所以听起来就是目前你无设定一个刷落来讲，我一定要做出什么物件的这个目标。这个时阵就是目标，就是搁较侪吸收。目前是安尼，毋过半年前就有人安尼问啊，我嘛是安尼甲回答。结果半年后，我即摆在做舞台剧，所以我嘛毋知啊，过来会安怎。所以意思，我搁甲翻做白话，就是你问我跋杯哦。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送来开讲。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点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迪，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听了欢喜。咱今日的来宾有两位，拢甲阿迪的手有淡薄仔关系吼。其中一位是过去捌来过咱节目吼，阮有握手过即个台语路亲子乐团的团长阿恩。那另外一位是，阮有去过讲一个电视节目比赛，阮有交手过台语公司台语台的主持人叶家。那本地是听讲这两位有一个合作啦，是台语路亲子乐团头一遍推出着原创的台语歌舞剧，叫做《七彩的秘密心愿》。那想讲来节目宣传一下，我就想讲好啊，真好啊，台语路的歌真正是。真受囡仔欢迎，那会使来宣传一下，互更较侪人知影这是好代志吼。那后来阿英就甲我讲，毋过票拢无啊吼，所以我决定咱这集就到这来结束吼，感谢大家收听。莫安尼啦。好啦，当然人来是客啦，所以人来啊，咱一定要来好好来开讲一下，对无？所以也是请两位先来甲咱的听友先小姐妹嘛，自我介绍一下，好，咱为这个算讲老主顾回头客阿恩来开始好啊。大家好，我是台语路亲子乐团的团长，我叫做阿恩。大家好，那安尼就好。那下来就是叶家。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的叶家。叶家是嘉义人。对。是安那搭台语界嘉义人安尼遮尔济。真正有够济呢。系啊，恁搭嘉义啥当青当大雕啊，啥我毋知。全部拢是台语人。喂啊，目前即个嘉义的包含店家啥拢有真济，甲台语事工嘛拢有牵连做伙啊。我就想毋知甲某一位即个人称台文里长伯台语里长伯迄位有关系无吼？就是规个即个迄位吼，无错吼。毋知有人会即个耳孔上喵喵安尼哦。因为家己咱知影讲这几年真正发展了袂歹，因为有真济台语的活动，那真济店家嘛愿意甲即个台语有真济无共款的做法来呈现，包含伊的菜单因的啥，所以我感觉目前家己伫咧我过去伫遐读册的时阵到呾有真济真无共款的变化，真互人期待吼，想讲家己刷落来会使搁发展成什么款啊？毋过咱今日重点无伫咧家己本身啦，所以你是家己人。主要当然也是来讲一个即出囡仔的台语的歌舞剧对无？你毋是叫做音乐剧，是歌舞剧。对，是。所以是会唱歌，会跳舞。无毋对。对，会唱歌会跳舞。互囡仔看的物件无跳起来，真正袂使吼。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这其实就是阮过去的表演的形式啦。阮就是有足侪，就是唱歌跳舞的表演。阮有一只翁仔嘛，台语路翁仔，迄种是囡仔上喜意的。对阮过去拢是做音乐啦，做足侪囡仔歌，嘛世界去表演，即回因为其实这是我足久以前就想要做的代志啊。你已经想真久啊？对啊，因为我感觉我已经做足侪歌啊。是。对啊，我感觉是毋是咱甲遮的歌用一个用一个故事甲编起来。
啊，就是你基本的元素其实拢准备好啊，因为歌舞剧就是爱有歌有舞嘛。但是恁伫咧进前台语路伫咧做歌的时阵，定定都已经会包含一寡影像吼，会配合即个跳舞，互囡仔会使哪听哪跳嘛。所以即个物件本地就有啊，就当时甲变成一出戏尔。对啊，但是我想应该事实嘛无遮简单，讲拢真简单，他做伙就会使无遐简单啦。我唔相信遮简单。因为我有找一寡高人啦，然后找高人斗相共。哎，这元素拢有啊，你有歌，你有舞，但是要安那个变成一出戏咧？头起先当然就是，其实阮台语路协会内底是有真侪人才啦，或者是阮共学团有足侪家长有无共款的背景，有几个嘛是。较早有做迄个剧场的，对，所以我有这个想法了，我就先去找因，就跟因讨论这件代志，对啊，所以就尾仔就是为剧本开始设计啊，就是敢若有一个形出来了，我就搁找几个好朋友，像一家嘛是啊，或者是阮主要拢是阮台语路新主乐团有合作过啦。因为安尼其实大家嘛较轻松，因为遮个歌、遮个舞，因嘛较熟悉，因真正去表演，因嘛有演过。像一家其实嘛有甲因合作过，即个无共款的歌曲伫内底跳舞嘛，其实真正都合作过啊。对。毋过即出戏的剧情是送来写，卡本是阮共学团一个叫雪君的。对吧？是。伊嘛是真正写迄个咿呀哟的。就是台语迄个节目的迄个编剧节目的迄个卡本嘛是伊伫安排所以伊已经有即个经验，伊继续来写即出戏安尼。对啊，但是你毋若敢若有歌舞，即出戏就爱有跳舞甲唱歌以外的工课爱做，包含讲舞台，包含导演，对吧？即个导演嘛是咱的听友的老朋友啊啦，盖有名，是找上来咧。我找迄个罗利亚剧团的易经，罗利亚剧团的团长易经吼，那大家若甲易经那个无啥熟悉，真正其实已经来过咱节目2遍啊。那厝内若是有囡仔的朋友，咱的听友，凡说嘛听过后来伫咧阳光我有做一季吼，虽然讲是一季的台语囡仔歌，或者册拄仔顶的碰瓷秀，那迄时阵就是找易经啊，毋过迄时阵易经是一只飞起，碰瓷甲飞起的一个生活小故事的成长，囡仔成长的课题，大家有兴趣嘛，使来去听看卖安尼。所以甲易经嘛，虽然讲真熟悉，恁真正都合作过也是。其实真正无合作过，但是有熟悉，就是真正有一寡拄到一寡问题，我有打电话甲请教。对其实我真正我就想讲，是毋是会当甲伊合作？对因为就是头拄讲的嘛，因为我歌就是音乐的部分我已经传好啊，我嘛阁有家己有能力会当去做一寡剪接啊，是等等调整所以我感觉可能会当找一个戏出专长的人，甲伊合作。对所以我就甲邀请，伊嘛是食阿萨利就答应的，因为伊嘛足无用的，我要甲伊联络就人嘛足歹找。有当时甲伊首先若要甲伊像我甲伊录音嘛，创啥嘛是拢爱先敲好时间，伊其实嘛做足侪甲台语有关系事工所以真正是大家拢伫咧一寡领域内底足拍拼的，所以要甲伊排时间实在是无遐简单。所以佫专工找伊来本来伊过去做的戏有真侪都是囡仔会使看的戏所以我想伊伫咧规个舞台的安排啦佫导演的手法来讲，应该是会使真使人放心啦。有影是安尼，对因为其實阮本地咧想的時陣，阮的卡本的部分，其實坦白講無遐豐富啦，對因為我家己就毋是戲出。較早毋是學戲出的嘛，所以其實我看迄個卡本坦白講我嘛淡薄仔錯，毋知影講這個呈現是安怎。毋過佇咧阮排練的過程就是易經伊的豆啊，就是甲演員就是甲帶領遮演員看倒位要安怎演啊，倒位安怎講，倒位要用啥物款的表情豆啊，即個戲出愈來愈豐富，所以。尾阮今日是上尾一擺彩排，我拄好彩排完過來，我感覺確實袂歹，就是即出戲有好看，有安心就對啊。是，看完整排安尼，感覺講會使啊。你個你敢有落去做表演？我無，你無，你啥人毋免家己落？
我感觉我够勇敢。我想讲，我毋知咱即届即个台语路亲子乐团的所有的成员，是毋是有诶人会落去演出啦？因为拢是家长诶嘛，吼。对，阮中学团的人无人落来演，啊，毋过阮主要是找进前合作的迄个哥哥姐姐啦，阮叫哥哥姐姐，就是因为阮出去比如讲幼稚园啊，倒位表演的时阵，阮会找艺家或者是讲其他的少年的哥哥姐姐，啊去配合台语乐，啊就去现场带大家跳舞唱歌。我会使理解。带囡仔吼，真正已经是足忝啊，佮叫伊落去演戏，有影是伤粗残啊，讲实在。对啊，这款代志老哥哥姐姐做的，咱这阿姨阿姐的阿伯，对啊，佮顾囡仔，你白脸后对嘛是爱佮处理囡仔伤忝嘛啦，哦，真巧啊，你就对啊，哦，分工分得好就好啊。我也甲家己来参加，你今年你是甲亲子乐团，就是做歌曲的跳舞啦，吼，了名迄个过程，但是。搭变成讲爱伫咧台顶舞台顶演戏，进前因为你的工课关系，你是一个爱豆团体嘛。台顶其实唱歌跳舞这应该是常的代志。对。毋过加即款亲子乐团，毋管是台下的观众的类型，或者讲要表现的方法，想要讲的物件，其实拢无啥共款。对，我感觉足困难的，因为我进前其实无演过啥物戏，所以这算是我头一遍。安尼来演，你袂使干那只是会晓唱歌、会晓跳舞，你可能爱行迄个位要安怎行，啊，你的激情、你的感情要安怎放安尼。对，而且迄个台词袂当干那陪家己的，就是大家拢爱知影，因为你爱知影讲你爱接倒一句话。啊，若有人闹交去，你嘛想办法家己有转来对，啊无大家拢停去遐想啊，当时要讲。你看我卡你。好，所以爱思考的代志变足济。对，足恐怖的。你有这个过程，敢有感觉讲，甲过去伫咧徛伫舞台顶，比如讲无共款的团队伫咧合作，有什么无共款的心情无？感觉导演真正是斗相共足济，因为。我嘛毋是专业演戏的嘛，所以我对足侪可能情绪的部分，还是讲要安怎表达无共款的表情，无啥了解。毋过导演就讲你即个时阵可能会当加啥物话，啊，即个时阵会当佮加啥物动作，我就感觉虽然是一个无遐尼啊困难的物件，毋过就加一个物件，就迄个剧情就变足丰富的。我较早伫咧剧团的时阵，捌有一个经验，因为较早若做新戏伫咧排的时阵，我会对剧团落去吼，对排练。有当时演员伫咧做一寡，因为是新的角色、新的剧情，过去无人做嘛，吼，这是一出新戏的时阵，因定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动作佮下一个动作之间，尤其因为是传统戏剧，有当时伫咧，其实毋若是传统戏剧，你伫咧舞台顶的动作，就甲过去伫咧你台下一般生活是无共款的。有当时前一个动作要接去后一个动作，可能就是倒位啊，迄个气你就感觉怪怪，嘿，就是气，就是挖袂过就挖袂过，讲袂出来倒位啊怪怪，迄个规个情绪嘛拢说袂过来。那有一寡卡祖亲的先派，迄种老生的顶级的即款的，真正就是一个提点讲啊，你即个所在会使加做一个啥？规个就顺啊，完全无共款诶。我伫想，就算是伫咧现代的即个舞台表演唱歌舞剧，我想嘛是共款，因为即个时阵诶嘛是会真注重着你的动作、你的情绪要安怎去调整、去安怎去行。那顺即个理路，确实爱有经验的人来带，对无？真诶，真正学足济。叫我咱规出拢规集拢伫讨论热情，伊是主角，主角是。一出戏其实需要真侪人来合作啦。唱一条歌，你会使家己唱，但是伊要变成一出戏，都毋是家己有法度处理啊。所以这个过程应该真趣味。我是听讲已经票拢摕了啊啦。那若是讲真正有人讲，我当甲知影这个消息，我想要看卖反正听候会着有人有拄好无闲无啥，敢有什么机会？比如讲时间伫搭，地点伫搭，我若要看，我会使去倒遐看会着消息，讲有人有通啊牛票，还是讲有人什么空位，有什么机会会使阮摕着票，会使带囡仔去看无？紧，你查。嘿，无紧，反正我会甲你整接掉，袂乱咯。6月29號，伫咧桃園的什麼所在咧？无紧，这都会整掉，你放心。嘛有可能我变大针。较有效果。
好，阮这回其实是有3个所在吼。6月2九，阮伫咧桃园的图书馆。桃园图书馆。对。过来是7月13伫咧新北的图书馆。我拢是中度啦，中度就是上大间、上水的迄间啊。搁有7月19伫咧台中的国美馆。所以台北、桃园甲台中这3个所在。对。目前来讲，桃园甲新北是票拢摕了啊。台中票也未开始摕。还未开放。对，也未开放。因为伊这其实阮毋是主办单位啦，阮是受邀请的所以爱等因公布迄个时间。那一般来讲，应该是2礼拜进前。所以目前咱伫录音的时阵还未公告。对。那照我真运动的速度，7月初，我尽量表演已经结束。因为就这2个月来手头的这无有较济一丝啦。不要紧，但是听友你若是听到，紧来先去查看卖，反正有机会，因为台语录嘛，虽讲是头一遍做这个原创的歌舞剧嘛，但是台语录的这个乐团的音乐。对所有毋管是台语家庭，甚至是一般家庭的囡仔来讲，因的歌可能拢是真侪人拢真侪囡仔拢听过，而且只要听到迄个曲，就自然对咧遐叮当、遐调遐跳，这是真侪人。我是认为台语录的歌，伫咧10年後、20年後會變成即個世代的接觸台語、有接觸台語的囡仔，因細漢時記住的囡仔歌，所以。你若是還無對着，還是講你厝的囡仔其實有伫聽即個歌，你就想要親身去現場看伊只鹿仔佇遐跳舞，看伊家佇遐哪跳哪跳，毋通錯過吼，就是先去問看覓查看覓啦，真正已經互摕了。關注一個範式比如關注台語錄的樂團，還是因嘛有劇樂團的即個 Facebook 嘛，對，所以攏會使佇頂懸找看賣範式，因為一寡票的資訊啦，還是演出的資訊，甚至未來有較濟所在有演出。這嘛是我後一個要問的問題。那真正這3場我攏無機會，還是講離我較遠，比如我屏東人要安怎創？未來敢有繼續佇台灣各地來演出的機會？總無可能做3個所在你就要結束啊？其實阮是最想要擱繼續，毋過因為這成本就懸的，就是其實成本就懸。對，其實阮每一場演其實這擺的主要攏是甲迄個場地迄邊合作，對，就是伊來邀請阮來演安尼。對，頭拄仔講到即個迄2場桃園甲新北票摕完吼，毋過其實我會建議朋友若是正經有趣味想要來看，我感覺也是會當來現場看賣因為就是阮過去的經驗來講，這種免費提票的，是有一寡人伊會感覺講提票了，伊可能就無遐要伊這件代志。對啦，有當時人總有三不變，所以真正一來是可能袂記哩，二來可能真正拄着代志，但是因為是免費提票，可能特別想講我去網絡頂管甲這個票扭出去也袂掉啥，所以咱會無法度知影這個資訊，可能較。有佇咧即寡交換票還是賣票的網站頂懸去看到這個代誌，而且就是講這個場地，比如桃園啊、新北的這個圖書館，其實迄攏足好耍的啊，其實囡仔攏足愛去的。其實毋大囡仔，我大人逐擺去嘛，我感覺足趣味的，因為足濟冊足濟無共款的物件通看。這幾間攏是較大間的嘛，對，所以敢若帶伊去耍，其實就有價值。那有法度看表演就更較好啊。對，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去注意一下這個消息啦，因為。這3場結束了，我毋知當時其他的這個場地，希望透過今仔日的放送，這個機會，真正這建議所有的縣市政府吼，咱有一寡聽友嘛是佇咧相關的單位做事啊、交頭路，所以會使建議一個，或者講你若有一個新的年度，反正會使佇咧做活動這件代誌，開始可能每年度，那麼互樂團其實嘛較有時間通做準備，是，反正閣有這個2.0的版本。愈來愈澎湃，嘛是有可能哈。好啦，咱先講到這來，歇困一下聽一條歌，那麼繼續轉來。804車本機，車高高啊起，跋一道，撿着一尾魚。804撿着魚。
关机。白莲枝捡着鱼，放去要煮面，煮一碗，滴滴滴，煮一碗，大碗搁满记。我是王一嘉，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月故事》。咱的歌舞剧《七彩的秘密心愿》伫咧6月29号，佮有7月13号，佮有7月19号，拢有表演哦。相关的资讯会当去台语路亲子甲团的名册顶悬就会当看到咯。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后来，咱继续转来现场。今日的来宾是台语路亲子乐团的阿燕团长嘛，啊，还有虽然讲是台语路的好朋友啦，对，其实嘛常常伫咧因的歌曲内底出现的乐家，啊，那两位今日其实本地是讲要来宣传这个一出新戏啦，不过敢若嘛无啥机会通宣传到，因为票都摕了啊，毋知要哪种。嘛是当宣传啊，哎，本地就甲我讲，是讲啊，你来问一寡个人的这个发展哦。我是讲，所以就无按时要讲这个这出戏的代志就对啊。好啦，头前其实咱嘛是有先讲到啊啦，吼，讲到这出戏的一寡重要的资讯啊，伊内底趣味的所在。那其实只要是你出来囡仔是有接触台语，你有伫教囡仔台语，我想应该无啥人会无接触到台语路的歌啦，这就困难的讲实在吼。即马加减拢有听过。以目前的歌曲生产量来讲，台语的囡仔歌应该上侪就是恁啊。我唔敢安尼讲，但应该是哦，因为当然公司台语台有出，毋过伊是以一块专辑的量来算来讲，其实内底嘛有恁的作品啦。那伊迄块专辑以外，你讲超过迄个量。目前就我所知，应该是敢若台语路啦。应该讲最近啦，这几年，阮绝对是上济。对，我等要补的，就是讲，其实因为真正做囡仔歌的节目，我需要找真济囡仔歌，所以我有去阮家己的这个音乐库内底去找吼，有找到一歌，其实嘛真趣味哦，迄囡仔歌当时是真趣味，但是知迄单位写啥？单位写文件会。大概有人知影文件会是啥？我唔知呢。你还没出现，我得要考出来。我现场要考出来。啊，文件会是文化部的前身，较早做文化建设委员会，然后后来才升格嘛，吼，升级了才做文化部。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几年前的代志已经真久啊啦，讲实在吼，所以你会想讲，迄个时阵我感觉做了真袂歹的这个台语囡仔歌的专辑是文件会时期出来，那离当偌久啊？吼，你就知影讲，这个台语歌，尤其是台语囡仔歌的市场，伫咧台湾其实中人捧真久啊。那么好佳在，当台语路有伫咧补足这块，啊，个公司台语台做伙之外，这点我感觉也是爱来讲一个啦吼，因为这是我家己伫观察目前台语的真济无共款的产业，伊发展的方向，或者是讲伊目前的情形是啥物件，这是咱未来想要做台语事工的人真重要的一个参考。我感觉这是咱爱去观察的。不过回到这个叶家本身吼，因为你本身是台语系出身的，对哦，所以台语系出身，所以台语产业其实我都一直讲产业这件代志，甲你其实伫咧读册时阵已经有足深的关联啊。对，大家伫咧读大学的时阵吼，应该拢有一个家己学校内底，就是讲家己班的讨论，就是讲咱未来的出路是啥。大学生其实迄个时阵
开始拢会去思考着即个问题，咱要安怎行去像台语系啦，吼，即个中文系啦，吼，哲学系啦，历史系啦，可能有更较侪即款的想法，就讲，大家拢感觉讲咱敢若无出路，咱到底是要去行什么款的路？对哦，吼，迄个时阵恁伫咧系内底敢有即款的讨论？因为大家应该拢会想讲，台语系毕业了后到底会当做啥物？对啊，这我想类似这的科系，因为咱讲台湾平均来讲，甲台也是相对可能会较重视咱讲理工科系为主吼。那当然因为伊发展的历史咱先无讲，但是像即寡咱凡世袂随想着讲，伊到底要食什么头路，行哪一条路？即款科系，恁家己系内底迄个时阵，敢有真侪即款讨论？应该是有，毋过因为我无啥物朋友，所以无啥物讨，我家己想，家己伫头壳内底咧想。那迄时阵你敢有思考过即个代志？其实我到当已经毕业要一档啊，毋过即档内底工课有90%拢是甲台语有关系。毋过伫咧做这台语事工进前，你其实也有一个大概较通人知的工课。用idol，或者讲身份吼，因为即个工课较特殊啦。我讲一般吼，咱若讲我有接一个膝头，我做一个工课，就是一个工课。毋过idol 团体的成员即款咱一般会较用身份的角度来去看。即个身份是当初是啥样来？伊甲你的台语系出身，当然无规定讲idol爱什么系出身，但是可能咱袂用去想着讲，伫咧大学读册时，你会思考你的未来毕业了后，你要行哪一条路？头一个咱可能也是主要想讲，我读的科系有法度用着无吼？但是你是行一个，咱大概袂甲这两件代志来做伙的代志。其实我idol是高中1年的时阵就加是吧？所以伊比你读册搁较早，读大学搁较早都已经，所以这早都爱去参加即个团队安尼。对，我迄个时阵搁伫家己女中读册，所以我是拜五的暗时，拜五的下晡我会请假，就坐客运上台北。礼拜的时阵，搁坐客运转来家己，就逐礼拜拢安尼。你迄个时阵有idol的梦想，晓无？是安那会想要？就忝的呢，讲实在。对，毋过我感觉足好耍的呢，就是伫舞台顶悬会当唱歌跳舞。所以你是一个本地就介意表演的人。对。其实应该讲，你读台语系进前，你就已经是参加即个团体啊。对。那后来也是爱继续读册，无讲我高中毕业了后，我就继续行这条路无？无，因为课业嘛是最重要的，所以就继续读册。后来就种原因，你就是就是已经入去这个台语系读册。那台语系出来了，其实因为我看你的资料来讲，你后来有离开团体嘛，我无确定讲，大家拢会讲毕业这件代志，毕业这个词对我来讲小可懵懵渺渺。啥做毕业是？比如讲有制度上的规定，你就是时间到几岁了后，咱就出业啊，就毕业啊，还是讲你决定讲，我想要发展个人的事业，想要人华语讲单飞嘛，想要家己发展家己的，所以我家己主动讲我要离开，要改业啊，要创啥呢？其实应该算是单飞的迄种感觉。因为我迄时阵应该讲，我会当继续伫团体内面，因为我迄时阵阁是组长。所以算是做足侪代志，不过我感觉讲我伫咧团体内面会当做会到的代志，我拢已经做过啊。比如讲，我有去家己的，迄叫跨年，叫做下年，敢是下年表演？跨年表演。虽然讲法无共款，我家己会用下过年。下过年的表演，就是我有转去家己做下过年的表演。感觉啥款？我感觉就是因为我的卖奖，佮有做红布条，布条啊，佮欢迎家己市会，转来家己，我就感觉哇哦，袂歹，这真好。就感觉哇，会当伫爱豆团体内面会当做会到的代志，我拢已经会使啊，所以是时阵会当去外口来发展无共款的代志啊。所以你其实是一个真向心的人，对无？就是啥物件，我是希望讲我已经接触过，我已经做过，做到我认为差不多啊。我认为我有法度接触到，有法度做到够的，已经做到够，我就希望讲换一个阶段。对嘛，甲机会让互后壁的人。
是啊，心内的就烦的迄款。哦，所以有后一个阶段变成讲，就是伫咧毕业了后，我是讲大学嘛毕业了后，就真正开始接触较济。我知影讲你的工课其实台语时光甲伫咧爱豆团体内底有一寡平台的所在，对无？伫咧后期你就去开始做台语时光的代志。因为我为爱豆团体毕业了后，头一个工课其实就是公司台语台菜鸟变，是这个工课。毋过迄个时阵我的压力其实足大的，因为大家拢会讲，哦，你真正是爱豆，所以你应该啥物会足够的。比如讲你边的时阵讲，哦，你对镜头安怎，你应该足够，还是讲，因为第一季是写歌的代志，是，所以讲哦，唱歌录音的代志，你应该是足够的，所以我的压力就足大的。其实舞台表演甲在电视台内底做代志，其实无啥共款对无？所以真侪物件可能嘛是拢爱搁学习，那搁会拄着台语这件代志。对，因为我其实是大学1年啊才开始学台语的，所以我高中是完全袂晓的。你高中进前是袂晓讲台语？对，我虽然是家己人，毋过我袂晓讲台语，所以我即摆可能有一寡变调啊，还是啥物，袂使遐尔紧的去思考。安尼算足厉害。我本地就是讲，你是因为本地就是家己人，啊，伫家己有迄个环境，甲本地就带有即个母语的条件，豆啊起来。当然，咱伫咧要做台语时讲，你可能需要搁较研究，或者搁较注心这个物件。但是一般就是讲，你有即个母语的基础伫哩，所以你是电读书后才开始学。对，因为我的家庭算是即马。足侪家庭拢是安尼，就是阿公阿嬷甲爸爸妈妈是讲台语，毋过爸爸妈妈对囡仔就是讲华语。哦，你是断过的母语断过的家庭，对，人是母语家庭，你是母语断过的家庭，差两字差足侪。我毋知大家听有断过无？因为我会腔啦，吼，一过嘛，断一节去啊，但是我扣断个补断去啊嘛。所以你打断厝的，敢会甲阿爸无讲台语？就是读台语下了后，佮有接较侪台语的工课。因为需要练习嘛，所以就会开始讲台语啊。因敢有什么款的感想？因嘛是，其实嘛是会讲的就熊变转去华语。我理解迄长期落来几十年的惯习，敢无较好改。啊，敢会讲想要足鼓励你，还是讲我当时时内无直接甲你讲台语啊，什么无？有呢，有即款想法的。有对过去的做法甲当有一寡感觉，当时时其实会使直接甲你讲台语。对。因为华语就是外口拢会当学啊。对，其实这就是上现实的物件。我讲有一个演的人，就是可能伫咧咱的时代迄演，有即款的，当着即款社会的压力或者社会的造成咱的政策造成咱的误解，所以咱会看袂到即件代志。即个概念其实所有的人伫咧面对家己的母语、家己的文化上，其实加减拢有即款的烦恼。只是讲你的烦恼，你爱实际去行动。因为未来阿公阿嬷已经袂晓讲台语啊，对，就是这个问题。咱大家会使讲，阿公阿嬷你莫做迄个滑头族、滑头症的哈，无，到后一代阿公阿嬷是袂晓啊，伊毋是伊无要滑头，伊是真正袂晓。这是所以咱笑啦，毋过其实这是一个使人真烦恼的代志吼。翻头咱当然一直讲你个人的热情，那你嘛讲其实你较无参加到伫咧大学时阵同学之间对未来出路的即个想法吼的讨论。但是你当行入来到做台语时光的代志，伫咧台语台你做真侪甲台语时光有关系工课了后，你翻头去看家己的科系台语系。真侪人拢对台语系可能有真侪误解吼，毋若无熟悉有，当时是误解。你敢会互家己的即个学弟学妹，就是即个新进的即个大学生，毋知是无细字行毋着路，还是真正对台语真有心的即个搁较少年一辈的人，互因什么款的建议讲，当因伫烦恼家己的出路的时阵，我想要分享一个。拄则讲无细字行毋着路，就是因为阮的科系叫做台湾语言系，所以咧有一寡，譬如讲为香港来的，我就想讲，台湾语言毋敢是华语，所以就入来啊，伊就足痛苦的，因为咱其实大部分拢是用台语来教台语，所以就是完全听无。毋过讲实在，以当的少年的一言来讲，因。拄入去台语系，若上课要转台语听
台顶的老师讲话，其实是有困难的。对，有真侪人真正是听无，你嘛怀疑讲，你哪会报台语的？真正因为我本地我可能有一寡听有，毋过爱全部用台语来讲话，还是全部拢听有，真正是有淡薄困难。毋过就是豆豆学台语拼音，我感觉台语拼音对我来讲真正足重要诶。对啊，这是时代有当大家伫遐爱讲啊，搁爱学这啥有诶无？其实颠倒头讲，应该是你只要有这个工具，你要学所谓的台语是足简单的简单，因为咱有迄个环境，咱迄环境还袂完全消失。你要甲即个物件拍算起是足无彩的代志。对，英语字26个字母嘛吼，咱这大陆内底无甲26个咧，对呢。嘿啊，所以足简单的，大家免烦恼。你26个你背袂起来，你只要有你毋免惯势，甚至你毋免惯势，你只要比如讲有法度做甲讲，我听到一个词的时候，我说这个词我无听过咧，我想要查，有法度靠伊的音，甲迄个音拍出来，你就差不多啊。对，嘿，上基础学起来了后，你任何时阵你听到一个你无听过，拍入去，你随时拢查会到。就简单诶，就这几个字母尔。对，对一个完全袂晓台语的人来讲，真正是爱学台语。而且有法度甲这个程度，互我误解讲，伊是伫咧家己就自细汉就无去家庭大汉诶。所以我进前有做过一个节目叫做行仔来的话。是。虽然我是台语系，毋过我出外景的时阵嘛是爱请一个台语老师。当然，各行各业因家己的，即真正讲行仔来的话，有当时咱无法度了解啦。真侪即个暗话啦，还是因家己的讲法。较早我踮传统戏剧的即个剧团时阵嘛是共款啦，嘛爱学足侪，到迄个团队，还是讲到迄个环境，你才豆学会晓的话语，甲你台语偌好，其实无啥关系。真的，对无？拢是共款啊。咱都要讲较久，其实你无回答我这个问题呢。真的要歹势。因为我这最重要的，因为我知影讲咱的节目也有一寡是台语系的学生伫听，我毋知是来练习听力的还是但是我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因为我毋是这个出身，我其实嘛真歹互大家什么款的建议，当然咱会看有真侪无共款的人啦。那你家己的身份佫真特殊，你要安怎去互因建议？就讲你的想法是啥？其实我迄个时阵会当选大家科系，伫咧选大学的时阵，我除了台语系以外，拢是选，譬如讲广播的，还是表演的科系。毋过迄个时阵就想讲，表演这物件，其实我进前伫爱豆团体，我会当为遐学。毋过台语系就是真正是无接触过的物件，想讲就是会当伫大学这个时阵学。毋过真正是入来台语系了后，我的机会愈来愈侪。因为即摆会晓讲台语的少年人足少诶，所以公司台语台迄个时阵有一个精选啦，就是讲要选少年晓讲台语的学生主持人。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有去报名，是就去参加迄个报名了后，我就真幸运就入来啊！你就徛伫咧即个众生之上，就是因的台语无甲迄个坎站的叫迄款。虽然无经表演的迄，毋过嘛是用台语来做足侪表演的。所以感觉台语这条路其实足快。这个时代已经毋是你学一项物件了后，你就想要靠这项物件食清一世人的时代啊！所有的科系。你所学到的专业，拢只是你上基本的基础。那刷落来，你要安怎甲这个基础结合其他的厉害的专业，变成你家己的特色。这个时阵，这个结合就千变万化。比如讲，我家己读传播出身的，好，那传播我可能对声音，我可能对镜头，我有一定的把握能力；我对讲故事，我有一定的把握能力。好，那刷落来，我要安怎甲伊运用伫咧生活当中？毋是讲你读传播，你就一定爱做记者，你就一定爱做主播，还是讲一定要徛伫镜头前？但是你学到过去的这个技术，包含理论。说服的理论，我学即个说服的理论，传播的理论，要怎运用伫你的工作甲生活当中，变成一个别人无的物件。就像做记者的人，伊敢若会晓写新闻稿无效，你无财经的背景，你无法律的背景，你无政治对政治的了解，你无法度做一个真正的记者。比如讲，你当时台语系出身，你有台语的才调好，你台语好，那你其实必须要搁逼家己去进修其他的物件，比如讲。
我希望做台语的表演这类的，还是我要进一步，我想要做创作，我想要写歌，那你可能要学会晓对音乐的了解。你袂使写出来的歌，互人一配拢是抖音的问题，都还是就歹听的，就是安那。这就要去思考，就是你到底要结合什么物件，甚至讲你可能是要做未来想要做教材出版的产业，或者是讲较传统的出版业。台文你看有啊，但是编辑是另外一个学问一个专业，你爱去学无？你要行打一条，我感觉这是重点，就是台语这件代志有法度进入去打一个领域无？对，这真正最重要，因为我进前是爱豆团体嘛，爱豆就是除了足水的人足侪，唱歌好听的人足侪，跳舞好的人嘛足侪，所以我其实唱歌跳舞拢无讲有遐尼啊高，无可能就是比别人更较高，所以我就想讲，我应该找一个家己较特殊的所在，因为我进前有学过南管，还有北管，所以我想讲，台语这条路是会当试看卖的，所以以后可能就伫爱豆团体的时阵，有时阵爱上一寡讲台语的节目。迄个时阵就会找我。对啊，因为永远拢有比咱较老的人，对吧？不管你惊是语言，不管是外在吼，外口这个红仔头的条件，或者是任何物件啦。但是要安怎结合你家己其他的特色，变成敢若你有你独有的，我想这才是所有任何伫咧家己的科学内底感觉。前途茫茫，唔知好去好将，在听友需要去思考的代志。我相信，尤其你看你包含这个爱豆团体出身，啊，够你加入台语系了出来，你要安怎个这物件放做伙？我想这拢是同款的道理。爱去思考的，对，就是迄个思考，唔是一直去烦恼，是你到底想要爱啥？那你只要知影你要爱啥了，要安怎甲你目前的物件结合，其实都会使。这物件你要安怎去使用，这就是你家己的工课啊，对无？这是我感觉，你甲你开讲时，我一直想要来讨论一个物件嘛，希望讲这个讨论是对相关科系，不管你今日或者台语系、或台文系当然范围较宽啦。不管是哪一款，反正这拢是大家认为讲你未来要创啥，大家有真侪误解的科系，那趁这个机会，其实我感觉为一路行来的人的身份来去讲这件代志，也是真值得参考的。这是你今日来免宣传，我也无知，免宣传这出戏，请大家爱来看哦。我感觉一直对你讨论也加这边哦，那新主角团因为。大家甲阿燕嘛熟悉有一段时间啊，偌久？偌久哦！咱顶一遍你来是当时我嘛袂记哩啊咧。顶一摆是阮头一本册，应该是2022。嘿，啊，佫毋是顶一本册哦，咱后壁佫继续出册啊，所以嘛，真有够厉害。你未来当册嘛出来啦，歌嘛做啊，连歌舞剧你嘛舞出来啊，后壁佫想要做啥无？其实我即摆嘛。伫咧时代台文去读册，我是学姊。你呢无共款，因为恁当时，因为你是伫做代志的人，对不？所以你翻头读册，敢若会问讲，你迄个时间哦，但是咱袂去考虑讲，所以你未来读册要创啥无啦？咱已经有工课啊，对，你做工课，伫咧即个出社会的人翻头去读册，我感觉这是对真理的追求，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想法啦。是安怎我要想讲到这个，其实就是甲你的问题有关系啦，对啊，因为就是其实这几年落来，因为阮就出2本册嘛，都有讲过啊。差不多有出版的歌，然后30条左右。是。其实因为我毋是100%的时间拢在做这，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工课。要是哦，对，我还有其他的工课嘛。是。我顶回来的时候2个囡仔，即马3个囡仔。所以就是我伫咧即个创作的部分我可能我感觉创作其实是你要有时间互家己静落来。而且你要有吸收，你要有入才有出啦，爱学物件，对你确实你爱家己的背底爱较有够的，是，对啊，所以就是这件代志我嘛是考虑足久的啦，对啊，就是感觉讲，我若是既然想要甲创作做更较好，我想要甲台湾留更较侪好的音乐，还是好的创作，不管是囡仔歌啦，其实我嘛有可能搁写一寡互较大汉的。囡仔是讲大人听的歌，就是我感觉不管我要做啥，
只要甲创作有关系，我需要搁去学一寡物件。对。所以尾仔我想讲，因为我知影就是咱民间有足侪，比如讲台语班啊，还是啥物有诶无诶班吼，其实拢会当去学习啦。只是我想讲，既然我要学，我就学一个较少诶。所以我就搁去报名。我就报名研究所，我想讲读挂嘛，去学一寡物件。安尼对。所以目前来讲，你若讲刷落来诶规划，我嘛是会继续创作。但是我家己设定这2年的角度是主要是吸收，就是甲论文写出来的意思啦。哇，最重要的。无一定啦，无一定啦。白话讲就是这2年上重要的作品，就是甲论文写出来。哇，这最重要咧。最重要。论文可能无遐紧啦。不是2年。无啦，我无遐侪时间去学校。是坦白讲，对我就是尽量吼。我即摆一礼拜就去1工尔。我就是尽量上，因为我主要是去学物件。是。对。就是我希望学更较侪物件，互我的创作就更较丰富。所以听起来就是目前你无设定一个刷落来讲，我一定要做出什么物件的这个目标。这个时阵就是目标，就是更较侪吸收。目前是安尼，毋过半年前就有人安尼问啊，我嘛是安尼甲回答。结果半年我即摆做舞台剧。所以我嘛毋知啊，可能会安怎。所以意思，我甲翻做白话，就是你问我跋杯哦。可能爱做电影。应该是就像你头讲的，就是你有讲着讲，即摆毋是讲你学一项才能，你就会当规世人食汤海嘛吼。就是这嘛，确实就是甲我个人的经验，甲我个人的理念是最接近的啦。是。我感觉就是人就是爱一直去学习，对确实你会拄到啥物，我感觉咱人敢若无遐敖，无法度知影你后一步一定会做啥。我要来录一条参语。我雄拄则头壳内底浮现一个足奇怪的画面，我毋知也家绝对是无听过吼。有一个物件吼做华语啊，因为是华语的名做滚石音乐爱情故事。你知影这个物件吼？这我知。也家问号脸，他规个面都是好意思啊。要哪解释就是一位一调，因为滚石唱片是当初是台湾真重要的一个唱片公司嘛。我那有听过款的，有可能有中部是啥我毋知影，但是我家己其实无真正认真去看过，但是我知影这个物件就是伊可能为因的唱片内底因所发行的专辑内底去找一寡歌是伊认为甲这个故事这条歌发展成一个故事，甲拍做一出算讲台湾剧，就是讲可能就是一集每一条歌是一集的故事。那恁歌单嘛已经杀我入去，我无这个意思。加油！我唔知是安那拄则雄头壳就是浮现这个画面。雄想着，我等下传出新闻，已经敢知影滚石爱情故事。我感觉这未来反射是另外一个镜像。哎呦，这就是个无共款的影视作品了嘛。所以这唔知这单纯就是一个我雄拄头壳内浮现的物件。咱就顺其自然。继续甲看落就知影啦，有可能哦。最后来想要来问一个，我感觉是想要进入台语家庭的这个人，我的听友可能会有疑问的代志。最近有一个新闻是高雄出现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小学。对吧？我想这毋过是咱听友或者是一定拢知影这件代志，这是真使人欢喜啦。毋过相对嘛，会使这样讲。时到今日到台湾嘛，才有一间全台语的小学。这对于台语家庭来讲，或者讲希望互囡仔真正好好接触台语的人来讲，是无够的。毋是所有人拢住伫高雄。对其他我无即个资源，互囡仔去读高雄的即间学校的这个家庭、这个家长，你认为讲到底有什么资源？我都协助因真正伫咧生活当中，因为生活要用全台语，这毋是单纯父母的问题，规个环境其实无遐尼优先。讲实在，这个时阵，比如讲恁有共学团吼，恁嘛做真侪歌吼，连要找歌其实就是一个真大的困难。讲实在，若是无台语路来讲，对这个家长来讲，资源是足欠缺的。
你敢有什么款的建议会使互因讲？我要安怎行入所有的台语家庭？对政策方面，咱嘛是必须爱替因讲者，就是台湾大文化部的政策有台语家庭的一寡鼓励的即个毋管政策啦，还是即个制度嘛，确实会有一寡斗相共的所在，会使安尼讲，因为有这点数会使扣点嘛，那总是会有较侪人愿意去办即款活动，互你有机会去参加。但是整体来讲，我感觉也是有真侪需要改善的所在。伫咧无较紧改善的情形下，你一条行过来嘛，遮久啊吼，你家己安怎看讲，这新的人要安怎进入这个环境内底？其实上好也是找伴啦，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伴最重要。不管是大人囡仔，你有同款理念的友姊，会当和你开讲啊，会当听你讲一寡有诶无诶，听你分享一寡代志。我感觉这其实是介重要。全台湾各地敢拢有即款的剧学团的伴。即摆上方便就是网络啊，你去网络顶去找遮诶友姊，去找遮诶资源。对，我感觉先熟悉遮诶朋友是真重要。你讲无定着爱是伫你共管区，就是咱先有熟悉搁较侪共款的家长等等安尼。对，那即个要讲，其实北部甲中南部的状况较无共款啦。因为北部来讲就是。台语意识较好，坦白讲，但是就是台语的环境较无好嘛。对啊，所以比较起来，北部你要找到即款人，颠倒较简单，因为意识较强。对啊，南部就无共款咯。南部其实你会当找到迄个处理咧讲台语的囡仔嘛，晓讲台语，确实找有，无济啦，但是找有。但是因可能无遐尼强的意识。所以你比如讲，你要教伊讲，嘿，咱拢讲台语呢，咱做伙出来时，伊可能感觉啊，讲台语都正常的。是安怎？是安怎？我讲台语啊，你就要甲我做朋友啥？伊迄个较无共款，我感觉因的思考的方式较无共款。我捌伫网络顶悬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你讲即件代志吼。其实伫网络顶悬，你会使观察到即个你拄仔讲的即个现象，包含讲。中南部的朋友，中南部的人，可能伊的生活当中要好台语，所以伊无即个感觉，无即个知觉，这就是咱讲近山草无差，近溪大无准，就是安尼。你认为即个物件佫真济，但事实上，你必须要以佫较大的角度来看即个代志，才会察觉到内底的问题所在。所以伫咧中南部，你本身若是台语无遐好的家长，佫希望互囡仔有好的台语环境。其实颠倒反射比台北更较困难，因为北部有即个意识，你有一个支持的团体。如果伫咧中南部，人会感觉你足奇怪啊，台语毋是边个人拢伫讲，事实上毋是吼。所以你想要互伊有好的台语环境，其实是无的。对啊，所以其实伫咧中南部，就是我感觉真需要有人去，你讲叫做推广，就是讲去宣传，去讲即件代志，去讲互大家了解。我感觉这真重要。而且阮协会，阮理事长刘贤，其实伊这2年伊常常去世界去演讲啊，反应拢介好，对。就是我感觉主要就是因为大家有足侪代志是无受过，对，尤其是伫咧中南部，因为台语对因来讲足日常诶，是，就是因日常着咧使用诶语言，着因无受过讲即个语言会消失去。嘛无受过即个语言的历史是安怎？因对因来讲，迄就是因的一部分，对，因完全无思考过。所以当有人去甲因介绍即件代志，甲因讲，即个语言的历史啊，即个语言后摆未来有可能会拄着的挑战等等。当因去吸收到即件代志了，而且即个语言如果是因身躯的一部分嘛，所以因的迄个 shock 是更较大。是，对啊，所以这嘛是目前阮咧做的啦。其实阮协会嘛是，就是就头仔讲到迄个台语学校，阮嘛是，毋管足侪关系阮嘛是拢有尽量去找会当做决定的人，去甲伊建议，去甲伊倡议即件代志。因为其实即个议题，我感觉是当然是一个真大的议题啦。毋过所有会接触到即个物件，你接触到台语的意识即件代志的人，一定拢会察觉即个现象。拄仔咱讲的，中南部是有资源，但是无意识。是，你若无问题意识，物件放伫遐，你其实袂晓保守，你袂晓用，伊也是会无去。对啊，就现阶段是意识更加重要，意识比你头讲的资源更加重要。是因为你学会转来，但是你若无意识，伊就是无去。
对，这可能不管是第一人卫生上，或者是咱伫观察目前台湾的社会，拢有这个情形。你拄仔讲到这个立宪嘛，吼，在厝嘛，顺续好请。之前其实有甲伊讨论讲，要来节目开讲啦，但是因为拄好时间上敲袂活吼，所以一直也无机会。有未来有一天吼，那咱的听友真想要听，就可能家己的分享吼，反正大家会使来敲这个碗，无我都敲电话啦，我无我都接，敢若会使敲我，无我都敲电话来甲我讲，迄个是老话讲，那嘛爱帮大家帮咱认为来去等家己的该去无用所在去无用啊，因为你知影讲恁今日嘛拄排戏排刷，应该嘛真辛苦真忝啊啦。好啦，毋知大家对这节目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咧？这节目内容你听了是有介意？或者是有什么款的指教跟建议，都歡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或是 YouTube 留言給我。若是你收聽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寫落下個立聲元素，揾一個鼓勵甲支持。若要互阮更較濟支持嘛，歡迎你點下 Show Note， 也就是說明區的贊助連結網鏈啊，做阮的天兵天將。那呢，咱今日就到這咯，拜拜。我邊拜拜啊，兩位。拜拜，再會。冇禮貌。无爱互我对，春天的花大开啊呢，赶紧来吃蜜茶。呀，你要飞去地，穿甲水当当，我要甲你对。春天的花大开啊呢，赶紧来吃蜜茶。特别感谢家父甜苗乡福金方案的赞助者阿莹、阿文、车拉黑车拉、伊文、瑞琪、张文珍、Arthur 阿川、Patrick 阿派、永川、阿里嘎瓦、尤里、麒麟乐。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已通换新加倍斗坐镇挂金甜妹妹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有恁实际支持。互阮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踏步。